去年与大谷翔平同梯拿下新人王。21岁的外野手阿库尼亚 Ronald Acuna Jr. 将签下8年1亿美元，约新台币31亿合约，改写历年纪录。美国职棒大联盟官网报道，阿库尼亚虽然只在大联盟出赛115场，但场上表现已经为自己争取到大笔合约保障，勇士将与他签下8年的延长合约。媒体 ESPN 报道，阿库尼亚以21岁的年纪成为棒球界有史以来获得1亿美元以上合约最年轻的球员。阿库尼亚是委内瑞拉人，在小联盟磨练3年之后，去年在大联盟出赛111场，敲出26支全垒打，拿下国家联盟新人王。美国联盟新人王则是日籍球星大谷翔平。勇士队用8年合约绑定阿库尼亚，他至少要到2026年才能成为自由球员。他向美国媒体表示：“我不会后悔。没有人能预见未来，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很开心做了这个决定，很高兴能够待在这支球队。”阿库尼亚说：“这笔合约意义超越一切，代表着我的归属之处。我想要待在亚特兰大，我想要身为勇士队的一份子。我爱我的队友，我爱这个球团与球迷，我爱亚特兰大勇士队。”总经理安索波洛斯 （Alex Anthopoulos） 表示，阿库尼亚去年一鸣惊人之后，看到他今年保有敬业精神，使得球队对于这笔大合约更有信心。安索波洛斯说：“大家都看得出来他的实力在哪里，就像我说的，他是我看过最棒的年轻选手。但从球团的角度来看，我观察的是他如何展开春训，而他保有原本的态度。”阿库尼亚去年4月底才在大联盟初登场，6月大部分的时间缺阵，但仍创下新秀纪录，成为大联盟史上少数能在21岁生日之前达成单季26支全垒打的年轻小将，在他之前只有4人做到。此外，他兼有脚程，去年跑出16次的盗垒成功。